已经呢，上岸杂辩论注释哦。哦，好诶。师傅全书的版本呢，张其东和张继、张仲景的作品。按右边上方3个点，然后按这个向下的箭头。哦，可以下载呢。你看，这个就是下载好了。然后等一下在手机的记忆卡里面找看看有没有那个。怎么跑到这里来？怎么弄才不会跑掉啊？好不容易进入那个下载的位置，点按原点全文，点按那个现在是先请2个，点按汉代之后，点按维基哦，点按维基哦2个字，然后到下面找。你看各个朝代的。找先秦两汉，原点精选，原点精选。有没有看到第2个《伤寒论注释》？第1个题啊，第2个系林异等，这个刚刚有下载了。下载提要之前呢，有下载系林异等，现在建立，现在就是下载。避免又乱掉了。绿色字是绿色字就是解释哎，你看看了原文马上可以看解释，多好啊！看了原文就马上可以看解释，多好！看古医书还能够有现代的那个白话解释。学以致用啊，好学近乎智啊，智慧就是护身符啊。整洁为强身之本啊，还要念头的整洁啊，不是吃的整洁而已，还要生活环境的整洁，念头的整洁，是情绪的整洁，身口意都要整洁的，身口意清净。嘴巴也不能乱骂人啊，不能造口业的，不欺也不妄也不恶口，不良舌，不贪嗔痴，不杀盗淫妄。卷2，让它下载，按向下的箭头。现在那个声音就是在播放《三国志》下，《三国志》有上册、下册、下册，26史或者24史、25史的内容。电脑程式可以念文字稿啊，破音字会读音错误。亮妃生从解女也，以其谋告生。网络看的时候要中断或者是调慢速度，暂停或者调慢速度慢慢看。绿色的是解释，绿色的就是解释那一段文字。诸君若有不同者，下异议，皆正部。你看还有药方呢。为将军令，身遣中书郎李遂夺亮玺，授以亮罪状颁告那个新冠肺炎的药方的话最好。古人的体质跟现在人的体质又不一样，所以要调整。曰：生以美才，渐受大任。现在是卷几啊？请阅以来多所造例，一直下载完再看了嘛。啊，这训练记忆力要好。内举兵第18以下3000余人，习之院中，连日续夜，大小乎？皆败坏藏中毛戈5000余枚，以作戏剧。
朱据先帝旧臣子男，雄损皆臣父之机，以忠义自立，袭杀小主，自是大主所创。吃素的要用替代的东西，尽量不跟众生结恶缘，不跟动物的结恶缘。于宫中坐小船300余艘，乘以金银，施工昼夜不息。替代品。太常权上，累世受恩，不能督诸宗亲，而权端等伪臣就位，上位过重，曾批居342。无一言以见陛下，而与敌往来，使传国消息，据必亲为社稷。推案旧典，运及大王，则以今月27日请上斩臣。先下载。为会。姬王遣凯牵引，百僚勇勇，历任道侧。身遣将军孙丹。将军啊，破音字会念错了。还有从大陆办的简体字换成繁体字，也会有一些字错误的。黑的原文那个绿色字的是注解，解释啊，这很方便啊，很感人，很感人。下圣德，转成大统，宜得良辅，以协雍熙，虽尧之盛，犹求济气之左，以协明圣之德。古人有言：臣立就列，不能者止。臣虽自斩节，无益数正，谨上应受节钺，退还田里，以避贤禄。修引见未遇，右下诏曰：正义不得，首藩于外。执资忌讳，群公轻视，寄于正宫，以奉宗庙。正用辅然，若赦。元明大将军中继内发，服为定卿，安康社稷，功勋赫然。汉孝宣建作，获光尊显，褒得赏功，古今之通义也。其以大将，均为丞相，荆州牧，实无限。恩为御史大夫，为将军，具有将军，皆县侯。干杂号将军、亭侯，凯义封亭侯，升义门武侯。皆典进兵，权倾人主，自吴国朝臣未尝有也。身奉牛酒一休，休不受，即以左将军张酒酣出怨言，曰：这非少不实，多有为之者。陛下见之，非我不理，请上以见据，是与凡臣无异，当不敢言耳。言为修行之，统之有变，数家赏赐，又附加恩师中。真本省文书，或有道科考。问张彦并后谋会杀生。批至343。永安元年12月定。坐太久了，起来走一走。录这个也会时间呢，坐太久，起来走一走。哎呀，真有汤方哎，神奇！
五岭芍药生姜白术，五岭芍药生姜白术附子。
头痛，有人说是电解质不够，还是电解质不平衡造成。有人劝人家喝速跑加温开水，1:1或者1:2，速跑加温开水，1:1或者是1:2来喝了，改善头痛啊。补充电解质，夏天流汗多了也会需要补充电解质。喝速跑加温开水，1:1或者1:2。这没有注解。有，原则上没有注解。